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曾小姐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元朗朗城匯2座一間532尺嘅兩房單位，係啦，請跟我嚟睇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曾小姐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元朗朗城匯3座一間322尺嘅一房套單位，係啦，請跟我嚟睇睇。